华视在地新闻，继续来看高雄市长陈其迈讲红经体是5亿市长。原来是高雄的寿山动物园要来改建，总共就要开5亿。除了民间企业的捐款，也有3间的国营事业，台电、中油甲中广，拢来寄付着6000万到8000万。讲高雄市政府和台电讨要爱寄付的公文流出去，引发着议论，所以网友来口说着陈其迈是5亿市长。嘛有立委讲，这个台电去年是了640多亿，了钱阁会当捐钱来起动物园，实在嘛真牛。高雄寿山动物园今年7月开始休困整修，中中红内底园区伊该开5亿，这条钱即马煞因为这张公文引起讨论。高雄市府发予台电的公文，内容是请台电捐8000万，予寿山动物园做建设经费。什么都到高雄去，那是不是就是因为政治考量？拿了人民的公帑来慷己之慨。有立委口说，国营事业对领营这种官司真拍手，新北市长侯友宜嘛来向中央发声，来甲因斗起淡水的救命道路。要改变，其实要麻烦中央多多给我们支持啦。像淡北道路，其实我一直希望赶快核定。台电讲，因为要在高雄起电力设备，这个关照含机制已经真久啊。我们有一个机制啊，就是对于新建电力设施的地点，我们会给予回馈金，来争取中央也好或国营事业的支持回馈，那给我们地方政府来建设，这个也是作为市长的责任跟义务。市府强调，捐钱拢是有经过董事会同意，国营事业嘛是希望发挥企业社会责任。真侪人拢真认同，改起动物园是一件真有意义的代志。